城門水塘位於香港新界中部，環繞大帽山同埋金石郊野公園之間，係香港重要嘅供水設施之一。佢始建於1923年，分3期建設。1936年完工時，曾經被稱為銀器水塘，以紀念英皇登基25週年。水塘嘅興建導致居住於此嘅8條居家村落遷離，如今喺水塘主背仍然可以見到紀念石碑。水塘喺當地居民生活中有啲乜嘢重要性？城門水塘啊，當地居民嚟講，我話可能就葵青區居民啦，應該係一個郊遊嘅好地點，係啦，郊遊好地點啦，入邊有一啲風景如畫嘅景色啦，係啦，又可能會有，甚至我聽講會有動物喺度，有好多動物。係咯，呢啲應該一個幾好嘅休憩嘅好去處啦，一啲放鬆啊、心曠神怡嘅時候咯，係啦。想問下你覺得城門水塘嘅自然風景點樣幫你舒緩壓力呢？自然風景啊，去過一次嘅，咁嗰時屬於係秋天嚟嘅，都好耐咁秋天啦。咁去嘅時候都同啲朋友去，都覺得個景色都幾靚。其實即係望住水塘咧，就有個藍，啱啱個又好天，即係藍天嘅時候，你覺得個人就會好平靜咯，跟住又冇乜聲，嗰個天氣嘅溫度又舒服。咁呢個係一個幾即係令到個人真係可以平靜落嚟嘅時候咧，係幾放鬆嘅。我認為城門水塘作為一個有歷史價值同生態意義嘅地方，對我哋嘅社區非常之重要。保育城門水塘唔單止係保存咗自然嘅景觀，更係維護咗生物嘅多樣性同生態平衡嘅關鍵。我相信我哋每個人都應該意識到水塘喺調節水資源同埋改善環境方面嘅作用。為咗有效保育城門水塘，我哋認為可以推行多方面嘅政策。首先應該加強環境保育，令到更多人了解水塘嘅重要性，從而參與保護行動。其次應該制定相關嘅管理政策，防止污染同破壞，例如限制建設活動同推行垃圾減量。此外，我哋仲可以鼓勵社會志願者參加清潔同維護工作，共同守護呢個寶貴嘅自然。最後，城門水塘以8000層森林聞名嘅，呢啲樹木嘅樹皮層層疊疊，倒影喺水入邊嘅時候就好似畫一樣咁靚。尤其喺水位高嘅時候，呈現水浸8000層嘅奇觀，成為咗熱門嘅打卡點。呢度嘅生態亦都好豐富，都係馬騮、黃牛、野豬嘅駐守地。同埋喺城門水塘主壩嗰度都兼具歷史同埋工程嘅價值，可以遠眺獅子山同埋大帽山。最後，城門水塘嘅保育需要我哋共同努力同持續關注，只有通過科學嘅管理同社區合作，先可以確保呢個水塘喺未來仍然可以發揮裏邊嘅生態同埋文化價值，並為子孫後代留下美好嘅自然遺產。